水流非常的小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加的是花少，这个水流特别的小，能感受到这个水流吗？也就是横向喷，也就是30厘米吧，再远就不行了，喷到那墙上也就30到40厘米的样子。记住这个水压。于是我买了一个直流增压泵，不给它做广告啊，这个 logo 挡上了，直接开箱。还有电流变压器，带了一根转接的管，一本使用说明书，全简体中文，还有安装用的支架。这个支架呢是可以用它的粘胶粘，也可以用这种膨胀螺丝打上，两用。它是有进水口，上方是出水口，最下边这边是电源接口。电源接口还是这种带旋转的，看到没？插上以后能这样一拧接上了。电源给的是24伏2.5安，24伏2.5安。再一个这个管我还是挺满意的，为什麼這麼說？它這個管是可以免工具的，在這下邊它帶了一個這個東西，直接就這麼能旋。它這個管是我以為是軟管，實際上是硬的，硬的。用的時候根據你的需求給它掰一下，把這邊擰上，直接用手這樣擰就好。這邊接到我們原本不是很水流不是很足的那一面，給大家看一下最終的安裝過程就不展示了，因為裝的確實是挺艱辛。作為一個非專業的水暖工，你去裝它多少有點難度，但是呢，一般的動手能力強的應該能克服。它這個就可以打釘，也可以粘，但粘上之後你再想拿下來有點費勁。我這個你裝的時候，你一定要看好你們家這個位置。我是大家看一下，這線加這管真是很緊張啊！這管要再給帶長一點就好了。那麼重點來了，它究竟能不能增壓呢？大家放一下水啊，還記得剛才之前測試的吧？注意一下，它的噪音非常大，這個你也要忍一下。我開了，聲音有聽到吧？這個是現在它增壓的效果，它這個錄的可能大家看不太清啊，我給大家形容一下吧。它這個水也就是相當於過去的1.5倍到2倍，效果確實是有的，可以說還行吧，至少它應有的功能是實現了。那麼這一期就到這裡吧，大家覺得怎麼樣呢？